请收看台视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亲情啦，歹势，我叫王啊啦。哇，夭寿哦！啊，这阿杜你是我牵早大落来哦。我那牵到咧啦。你甲伊什么关系啊？好，我是这间主人的亲家啦。找什么代志？找阮亲嘛，讲一下话者啦。亲嘛，好啊，最近咱庄仔内哦，小狗一大堆乌白肥乌白加，你若出门啊较细意哦，迄家着会衰哦。好啊啦，无你的代志，紧走啦！走，哦，亲嘛，我讲你会记得哦。紧走啦！走！冲啊！好啦，莫歹啦，走啦！找到没有？没有，叫他后面再收仔细一点。是。这找不到文件，就没有办法交差，没办法交差，就永远结不了案。林夫人，林太太，你们让我这样子很不好办案子哎。对啦，厝下人瞧个安尼哦，心肝内底一定真艰苦的。可是找不到文件，就算说我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没事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。你是讲，若是找文件，无春也无代志啊？春潮啊，莫胡白问啦。你讲了无唔对啦，我们要找的就是文件，不是林茂春。找到文件对林茂春只有帮助，没有伤害。所以您听想看卖啦，看有看过伊唱过什么物件无？无啦。那就实在是没办法了。本来我们还在怀疑真正带头人是江大山，不是林茂春。如果能够找到文件，说不定就能够证明真正带头人是江大山，而且能够还林茂春一个清白耶。当然是，我想到啦。春潮啊，你是唔通胡白讲啦。好啦，还讲啦，对茂春啊就有帮助啦。阿母，伊讲会当救无春啊。当然是啊，有一摆我看到阮先生，还有江大山，伫咧灶骹边的树仔骹，亲像在带什么物件呢？你是甲讲这要创啥啦哈？阿母，阮咧做嘛是为了无春好啊。伊若是找了文件，无春都无代志啊。敢有
讲话来听的吼，伊早就做人啊啦。你是安怎来遮好骗啊？阿母。哎，有了。组长。很好，很好。林太太，真多谢你了。没有这些文件，我可唔知啊，要怎样定恁翁会做呢？你讲啥？我是讲，这拢是你的功劳啊！有了这些文件，林茂春啊，差事也难逃了。你骗我！你惊骗我！下不来！下不来！阿母，你安怎？阿母，你是安怎要甲讲啦？你若要甲讲物件，藏伫倒位啊啦？你是听无伊讲话伫咧闹你是无啦？伊是伫咧骗你的啦，是要安怎啦？你安尼做，你害死无存，你知无？你害死无存啊！阿妹啊，阿妹，你跟到就安全啦，这啦这啦，到底有你妈头。阿妹，哎呀，啊你来变到安尼啦？你规身拢黑索啦？阿妹，这啦这啦，啊煞唔知影就遐调查局遐输啦逼监，所以我唔知叫伊暂时秘伫咧咱兜。好啊，袂用的啦，我老伙仔吼会记咱拖累着。阿海啊，你借我几领衫，我马上来走。哎呀，你袂使出去啦，你即马出去真危险呢。放心啦，天地遮尔啊大，我都唔相信无我林茂春会去秘的所在。阿妹，你别烦恼，哈。哎呀，啊你拍算要去倒？我嘛无拍算，死到死担当。哎呀，你袂使出去啦，你出去你会无命啦。对啦，你要听阿妹的话，你暂时秘踮遮嘛，啊以后代志以后再讲啊。吼，你无了解调查局的人，伊既然嘛要抓我吼，只要甲我有关系的人，不管恁住在倒，因拢会去查的。阿妹是我的小妹，这个所在吼，因早晚就来。就算讲你有好意要甲我保护，我嘛爱替你去设想啊。恁厝内有老的，有细汉的，万一若叫我拖累着，会麻烦的啦。哎呀，你免替我烦恼。阿海啊，你借我几领衫好无？无好啊，你对我入来摕咯。阿妹，阿妹，海有转来无？阿爸，先生姐，阿红姐，我孙夏啊，你有哪伫遮？哎呦，我拄啊伫咧船仔顶吼，啊找你无啦，啊目摆吼，你走倒去厝的啦。是安怎？公司啊走咱厝较安全啊。安全你一箍头啦！我倒要倒的时候，全一寡军警哦围咱遮来啊啦。去来，去来啦！快好快就好了了啦。好啊，开门！我叫空军去。杨局长。大林啦，阮也无犯法啦，你这是咧创啥？吴玉梅，我们是来抓你的。卖来两位。你讲来掠阮阿妹啊？你是会讲唔对啊无？你的名字就在这张名单上。你唔通哦，咱冤枉好人呢？你放心好了，他如果真是无辜，我自然会保他没事的。带走。是。大林啊，你唔通安尼啦？局长，阿妹，阿妹啊！干什么？你也在这里？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扛，不关他们的事。你要抓就抓我一个人。这件事情本来就跟彭家无关，倒是你跟你妹妹的名字都在这张名单上，一起带走。是。阿妹啊！坐下。你哪来啊？谁叫你们动？阿旺，好好管管你儿子吧。走。阿妹，
非死不可，快走！不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不找你的。走。分开走！林茂春已经死了，把他带走。是。走。是恁来遮香港啦？哎，是毋是有无春的消息啦？都啥？你毋着紧讲。都无春本来是秘伫阮厝里啦，尾后一寡吼，迄军警吼，走去厝要来掠阿妹啊啦，无春拢走出来，规个两个总好去啊。王伯，你敢知伊去人掠去倒？青蒙白蒙，人你也做伊去，无讲我哪知？王伯，你真正想办法探听啦。靠我坐坐，阮开啦。这我知影啦，等你林家踮咧这个所在营医两代，莫讲钱啦，迄名声都通人知啦。我要来遮进前，我甲海有去问管区的啦，看咱照着你的名目，来探听看人掠去倒会去啦。咱运用一寡钱小安踏者，叫因手洗小牙关，莫安尼拍，莫安尼行啦。结果咧啦？结果问迄管区三问四毋知啦。尾下因迄主管又讲啦，若这叛乱案迄属于警总会管的啦，迄人也叫掠去就是讲你开钱也受靠山，拢无路用啦。阿母，我上惊的代志，才是发生。无春是我唯一的后事。甲恁后生尔咧，要顾你的查某囝，你千万唔通甲门仔放袂记了。阿妹毋是我的查某囝，但是阿妹暗藏的这个代志，这一切都袂发生。你若是要将阿妹当作是你的媳妇，这我无话讲。不过阿妹，你敢会为阮林家带来不幸呢？从今以后，我绝对袂让你做我的查某囝。吴玉梅，根据我的调查，
盛兴纺织厂的那次抗争，你也有份。就是从那一次，也是你们兄妹俩开始吸收郭崇德那批工人加入你们的读书会，扩大组织，对吧？你很了不起，年纪轻轻的就能和林茂春组织煽动工人跟他们的老板造反，而且还要到的钱又能全身而退，你很不简单呐。你讲什么扩大组织，我听无。那纺织工厂的代志真简单，是迄个头家无讲理，死活发薪水予遐工人，佮叫罗马甲遐工人拍。我甲阮阿兄是替遐工人讨一个公道尔。胡说八道！那之后你们明明就在郭崇德的家里面私下聚会，然后吸收了更多的工人和大学生，定期召开读书会，扩大组织。你们每一次的聚会我都有记录，你少跟我装蒜了。什么读书会我唔知影，我嘛捌参加过。就算讲阮阿兄有去参加读书会，迄嘛有犯法少。借由读书会来组织人，那就是犯法；组织学生、组织工人，意图造反、阴谋叛乱，那就是犯法。你莫讲大声细声，你就是阮一个查某人，互你吓着我就惊笑。你当一个调查员，你若要抓我，你有使调，你甲证据摕出来啊！你踮咧遮，甲我有意啊，甲我强悍，我才信你难笑。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！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自然有办法让你走。来，小唐，让我来吧。局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问那么久了，也该累了。你是在赶我走喽？人是我抓回来的，问完笔录，自然会交给你啊。局长，大家都是为国家在办事儿，别说我不给你面子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连丫姐跟林茂春都让他脱逃了，人死了连尸首都找不到，我还敢把他交给你吗？你给我住口！他中枪之后掉进溪流里面给冲走了，有本事你跳下去捞啊！你知道林茂春对我们有多重要吗？你知道从他的嘴里我能问出多少情报吗？够了！这里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告诉你，好歹这是我的地盘，给我滚出去！走着瞧。阮阿兄，敢真正死啊上？我是亲眼看他背上中了枪，我也亲眼看着他跌进溪水里，被溪流越冲越远。我想拉都来不及。无一定，伊会死的。伫水的顶头，捡水冲去，人并无死，对无？我也希望他没有死，可是我亲眼看他落到水里面，整个人泡在水里，脸部朝下，就这样越飘越远，越飘越远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很抱歉，我人微言轻，官小没本事，我能够保你的，也只有在这个房间里了。过不了多久，你就会被移送到警总的军事监狱，到时候你将会面临到严刑逼供、分化挑拨、栽赃嫁祸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要记住一件事情：你一定不可以说出
违背事实的一些话，更不可以在任何的文件上面签字、盖手印，否则的话，害了你自己事小，要是害到别人，你这一辈子都会受到你内心的折磨。进来。报告，什么事？林茂村的尸体找到了。先生，可不可以让我见他最后一面？新新娘动用所有的关系，不管是亲情，或者是茂村爸仔囝的同事、朋友，也无人敢替伊讲一句话。到尾啊，伊唯一接到的就是一张通知单，讲茂村已经失踪去啊。茂村失踪了。哪会安尼？王阿姨毋是讲亲目睭看到茂村去互警察抓去，啊是安怎亲目咱就通知讲伊失踪啊？这是安怎？警察伊是安怎要骗咱？伊都讲茂村发生什么意外啊？阿母，敢要问较清楚无？这一切拢是你害的，阿母，我真是唔知迄个人在骗我，我若是知影，甲我拍死我拢袂讲啦。你即摆讲遮拢已经上班了。阿母，阿母，我真是唔是故意的。阿母，村长啊，假使茂村来真是有影发生什么意外，我一世人拢袂原谅你。阿母。喂，什么？曾明义死了？哦，我马上过来。这么急，杨局长去哪？曾明义在牢里自杀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听说了，好在他之前呢，已经全部都招了，有了这个，就可以把他们那票人都定罪了。你少用这套来压我，你们刑求逼供的那套，我一清二楚。讲难听一点，曾明义根本就是被你逼死的。杨局长，放开
可以随便吃，话可不能随便乱说。你是空口无凭，我却是白纸黑字啊！曾明义他明明就是有胆子做，没本事扛，畏罪自杀，死不足惜呀！你强迫认罪，胡乱整数，到头来啊，只会败坏了情治单位的名声。你根本就是害群之马。说了害群之马，杨局长，你才是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老实告诉你，那天参与逮捕林茂春行动的人当中，有人检举，怀疑是你放走了林茂春。胡说八道！那你告诉我，林茂春是怎么挣脱手铐的？他的手铐是谁帮他打开的？那天在车上，坐在林茂春身边的人只有你，除了你，没有人有机会靠近他，更没有人能够帮他打开手铐。杨局长，你别以为你是局长，我就不敢办你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我喜欢打苍蝇，更喜欢打老虎。哼，你不用吓唬我。我杨某人做事只问是非黑白，做人只求问心无愧。这些话你留着军法审判的时候再说吧。我真的不懂，杨局长，你聪明一世，为什么偏偏糊涂一时？为了一些个叛乱犯，赔上你半辈子的自由，还一辈子的名誉，值得吗？我已经讲过6遍了，我啥物都唔知影。玉梅，杨局长，是你。玉梅，我可以叫你的名字吗？我看过所有人的笔录了，没有任何的证词是对你不利的。大家都很想保护你，也没有人愿意把你拖下水。局长，你的意思是讲，除了我以外，遐侪人拢有代志是？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，我只能跟你说，你一定要振作。就算你被判刑，我想应该不会判得太重才对。很抱歉，我虽然尽了力，可是还是没有办法保你跟你哥哥。杨局长，这袂使怪你。其实，我唔惊伊甲我威胁，嘛唔惊伊甲我折磨。我只是真需要阮内面，还无阮厝的人。我了解，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我今天来看你，是因为我有些话要跟你说。我很早就看过你的安全资料，也知道你的父母是被日本人烧死在甘蔗园里面的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对你另眼相看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的父母死在南京大屠杀，他们也是被日本人杀死的，所以我对你跟你哥哥有一种很特别的感情。虽然说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我的家乡又远在大陆，可是我一直觉得你们两个就像我的亲妹妹、亲弟弟一样。如果说我不是一个警察，我一定会不顾一切
用一切的力量来保护你们。可是偏偏我就是一个警察，而且还必须奉令来逮捕你们。局长，你来甲我讲清。我跟你说这些，是要告诉你们，和你们兄妹想法相同的，还是有很多人。我不是唯一的一个，也绝对不是最后的一个。所以，你一定要撑下去，因为你并不孤单的。局长，局长，真多谢你。这些话，今天要是不讲，以后可能也没有机会了。是安怎？因为以后我们可能也没什么机会见面了，不是吗？杨局长，玉梅，你自己好好保重了。杨局长，你涉嫌思想左倾、知匪不报，又在逮捕的过程当中涉嫌协助叛乱分子脱逃，我们怀疑你阴谋勾结匪帮，是潜伏警戒的败类。这是你的拘捕令。杨大局长，请吧。为着坚持家己所信仰的理念，煞变做伊叛国的罪证。伊甲成立读书会迄群少年人，替迄个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，开启了震荡的12季。迄届事件，除了已经牺牲的木村甲明义，封掠去的拢总有8个人。半年了后，江大山甲老贵被判无期徒刑，其他有人判12年，有人判5年不等。阿梅是唯一的例外，伊因为罪证不足，总算逃过一劫，无罪开释。经过种种黑暗的禁咒甲折磨，阿梅总算搁倒转来故乡啊！面对人事全非的一切，阿梅知影，伊无法度通闪避。有一件代志，当伫咧等伊去做。村长啊，你去看门有落窗无？哦。村长，啊，等你是安怎啊？阿妹转来。一生只爱你一村长啊，啊，等你是安怎啊？阿妹转来。阿妹，我会使入来。无村的，无村人的，无村即摆伫倒位？无村人的啦，你都紧讲。我已经死啊！你讲啥？阿妹，你讲无清楚？你讲较清楚的！
起来哦，母。阿妹，你拄仔讲啥啊？我最近身体较差，我听无详细。你拄仔讲啥？无春安怎？无春即摆伫咧倒位？哈？无春是安怎笑？阿母，无春死啊！阿妹讲，无春来半年前去死啊！阿母，阿母你是安怎？阿母，阿母，你还要哭，你哭出来，妈，我来想看者，阿母。阿妹，你若知无准死啊？伊是安怎死的？伊是安怎死的？哈？我昨晚遐用掠去迄天，遐咧半路脱逃，结果咧溪仔边，都去用枪杀。你哪会知影？你哪会知影伊死啊？你敢无看到尸体？你哪会知影伊死啊？我真嘛是有看到伊的尸体。是个查某囝。失去后生，即摆我失去后生，我啥物拢无。我即摆真是啥物拢无，我啥物拢无啊！阿母，你莫安尼讲，我啥物拢无。阿母，你讲我，还讲两个孙啊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。阿伯人死啦，还佫会相依为命啊！哈，阿母，阿母，我知影即摆真伤心。阿母，你莫替阿兄想看卖啊！阿兄即摆已经无去，阿兄若假使知影讲你遮尔伤心，伊免来放你放会落去。我是安怎都爱替伊想，伊咧做后生，哪袂替我这做老母的想看卖？我一世人拢咧替人想，伊就是恁倒送，恁倒送死了，我变无存，是安怎要安尼凌迟我啦？我一世人替人想，一世人委屈是啥物替我想啦？阿母，你莫安尼好无？还佫有我，还佫有春丽，还佫有你遐个孙。阿母，你即马是我唯一的亲人，阿母你真是袂使放弃阮。阿母，我永远陪在你的身躯边。阿母，你即马要讲啥？啊？阿母，虽然阿兄已经无去啊，也毋过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一定会陪在你身躯边。我一定会照顾你，好不？你即摆咧哭啥？我听无咧。谁是你阿母？谁要出你入来遮？我无爱看到你。出弟啊，请伊出去。阿母，拜托你，我一遍机会好无？拜托，阿兄已经无去啊！你我留在要厝好，我替阿兄友好你好无？阿母，你莫安尼好无？我已经哭过啊！我永远拢无想要看到你。出去！出去！哎呀，啦，阿母，出去啦！阿母话已经讲得真清楚，你要出去啊！你出去啊！你出去啊！替我甲阿母讲一个好老人家好无？阿母已经袂理你啊！你搁在遮讲伫厝啥？你出去！阿母，你出去！你好好出去！你出去！你出去！阿母！
是共款的。村长啊，即摆你甲阿母是我上亲的人，你莫安尼对待我，无村长啊，你快问我无村长啊！你即摆讲这拢已经无路用啊。虽然我今日我知影无出现消息，不过对我来讲，这样才早已经死啊！因为心内底只有你一个，你从来都唔捌爱过我。若做讲你搁带来阿母对你的温情，搁认为我是你的朋友、你的姊妹啊，你就莫过来认定我甲阿母啊！请你走，你走，莫搁转来啊啦！你走！乖哦，无惊哦，无惊哦，乖哦，有阿嬷伫的哦，阿嬷永远伫甲恁斗阵，阿嬷会保护恁，敢若咱妈孙仔尔，咱妈孙仔永远斗阵，哦，乖，乖哦，乖哦，乖哦。我来你第遮，我四过拢找无你，我足担心的。是有啥通好烦恼？我为着我这两个金孙，不管搁较安怎艰苦，我喙齿紧咬的，我甘愿来忍落去。阿母，你忝啊？我带你去好困一下吼。阿母，我知影你一向拢真坚强，啊，毋过为了这两个囡仔，你爱搁较好啊照顾大家身体，对无？阿母啊，即摆啥物代志，都免想啊啦。行，我带你去好困吼。对今仔开始，我会甲这两个囡仔做伙困。阿母，你免烦恼这两个囡仔，啊，搁我伫个啊。无存走，对咱来讲是一款无办法弥补的悲伤。啊，毋过对伊来讲，是比大家的内底一幕。这嘛是一种解脱。解脱？你搁这样想安怎？那安尼，我的痛苦是谁要甲我解脱？阿母，你心内的悲伤，我了解。啊，毋过日子共款爱过咯。阿母，你放心啦，一世人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，啊，搁有两个囡仔，我袂搁互恁受任何的折磨。阿母，你放心。我无需要啦，啥我都无需要，我家己要照顾家己。我这两个金孙，还还有我这阿嬷伫的，啊，若是你哦，我即摆已经无迄心情，甲无迄气力去想着你的代志。你后摆日子要安怎过？你家己去拍算，迄对我来讲已经无重要。我敢若知影，即摆一件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，阮林家无需要你。阿母，你这什么意思？请你离开林家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阿妹，阿妹，你
真是等啊！阿爸，这段时间害你烦恼，真歹势。莫讲啊，等来就好，等来就好啊！立新呢？房间困啊。立新，哎，小蛋姐，先慢你来哦，蛋姐哦哈，我传一个物件哦，蛋姐哦。阿 Q 啊吼，去传咧巷路啊伙啦，一定爱过伙，甲迄歹运的代志哦，拢甲过掉，吼。来来来。好。那你。姐，无剩啥呀，死去啊！他安尼啦，这无剩啥呀，生落人降财，看的都无想用短命人啊！阿母敢知影啊？有要倒来之前，我有去看过阿母。阿母的身体本来就无好啊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佫较指责袂掉。想讲阿妹啊，既然甲安尼吼，你要较食半时间去看恁阿母了。这应该啦，你尽量去不要紧，出来代志阮会斗法咯吼。是啦，若有啥物代志吼，我嘛会当斗3工啊。唔免啦，阮阿母到即马佫无要原谅我，伊嘛不准我踏入恁家的大门。我要另外一个查某去。你也是一个自私的查某人，你的本性，那是你家己造成的。你赶我出去！你真是赶我出去！大人啊，好歹吼，阮遐都已经甲带去问啊啦，想讲也要赶哦，无忙，等下迄囡仔甲车养大汉，要赶才来甲赶。我都互你气死，恁才会甘愿是无？你莫我啦，出去啦！你若是继续哦，搁留点咧这平价，平价会带来不幸啦。顶头我袂当转去，我即摆若搁离开平价，我真正无得去啊！到底是为什么可能我哪唔知影啦？为什么恁大家拢知影伊要离开，只有我一人唔知影哈？天光不敢起床，不愿将梦拍断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阮？
情。